感谢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圣殿，阮要透过今仔日的礼拜，甲你有亲密的沟通，求主帮助阮，互阮伫礼拜中间会当静静听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会当安静落来，互阮无搁再受到即世间一切的困扰，会当专一的心志来服侍你、敬拜你。我要将今早起要服侍的正当工，完全仰望交在主的手中。恳求你透过乐团、透过圣歌队、透过诗会、透过招待、透过传讲信息的人，就是你的奴仆，的帮衬阮，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领受福气。是阮的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伫教会生活中间互相相听，彼此扶持，来见证你的疼，就伫阮的中间。阮也将教会所有的重职同工，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互因有清楚的意向，领导阮来满足你的心意，完成你的计划。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教会所设立的所有的机构，透过这机构的服侍，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万民得到祝福。阮求主也保守看顾阮的国家，互阮的国家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上帝显明伊的神力是遐尼啊伟大，伊所行的奇事是遐尼啊有规律，伊的主权永远无穷无尽，伊的统治代代三角传承。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大家三角欢喜来敬拜上帝。这是咱三角起立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72首，圣诗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咱三角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圣在，圣在，圣在，至圣的阿爸爸上帝，这是阮正受恩的囝儿女，用着感谢要入你的门，用着俄罗要入你的院，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阮俄罗你就是万权能创造宇宙万物极伟大的上帝。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搁较是要深深来感谢你，感谢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疼痛的上帝。因为阮不过是一个甲侪人共款，是一个罪人，亏欠了你的荣耀。不过，你借着你恩典无限甲慈悲疼痛，你差遣圣囝耶稣基督担当了阮的过犯，互钉伫十字架顶，成做阮的救赎。你毋若是无弃嫌阮，还阁竞选阮来成做你的囝儿女，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阿爸爸上帝啊，你毋若是亚伯拉罕甲雅各的上帝，你毋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你是阮的上帝，你搁较是万国万邦的上帝。
愿感谢你。自从年初肺炎的疫情传遍世界各国以来，已经有4200几万人来染着病，也有超过114万人来死亡。虽望阮知你是河顶云台，阮台湾徛起的正百姓，不过阮犹原嘛是毋甘，心内有悲白，去想念着有遮侪家庭来拄着死失，有的甚至失去了因的家庭中的调照，全家陷落伫忧愁苦惨的中间。阿爸爸上帝啊，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疼痛的上帝，你是万国万邦的上帝，你更加是万冠人伟大的上帝。我要恳求你伸出你的圣手，阻止这个疫情阁继续来扩散。同时，也互侪有迷失的人有机会来反省，反倒转来找找你，回转来归向你这位独一真的上帝。伫最近，伫欧洲已经有2个国家发生战争。上时，阮的厝边的中国，就亲像大要欺负世共一样，常常派无人机来扰乱阮台湾的四围，都无要找到一个借口来发生战争。主啊，阮实在深知，当每一个国家若拄到战乱，环境就受到破坏，经济就要倒退，百姓就要受苦，来种种的问题，阮实在是袂堪的。愿求这位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拢伫地万军耶和华上帝，你保护阮，袂会受到危险甲伤害，固守台湾这片土地甲百姓，也留软迄个大国的统治者。你也互伊会当知，早时埃及的法老王硬心，却互伊的军兵灭无伫红海的中间。求上帝你来处理这个大国骄傲的统治者，毋通互因无辜的军兵也消失伫台湾海的中间，因为因这个军兵嘛是父母的囝，嘛是囡仔的老爸。阿爸爸上帝啊，求你也将阮甲阮的对敌的面前来排泄咽下，毋通互这个自私的统治者为着家己的私欲甲名声，直到种种的仇恨，一代搁一代来传落去。求阿爸爸上帝，这时阮嘛抱着敬畏甲摇摇出来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想起有时阵阮嘛伫有意甲无意中来犯错，求你的圣神协助阮，在阮的过失，拄去阮暗中的罪，阻止阮无故意来犯罪。时时教导阮来警醒阮家己，安怎来遵行你的旨意，决断不准互迄个罪恶来管辖阮，互阮袂当离开阮亲爱阿爸爸上帝你远远。阮知，阮总是有才情甲地位，阁算什么呢？或者是亲像参孙遐尼的勇猛，还是像所罗门王拥有满满的智慧，甲极荣华的地位？当阮若无上帝甲阮三甲之地的时阵，阮就是失败，阮就是虚空，就是空空着我而已尔。亲爱阿爸爸上帝啊，无论阮伫顺境还是逆境，使阮有够额的力量来抵挡邪恶甲诱惑。阮的一生甲阮代代的子孙，求你将阮拢牵条条，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一生拢会当合伫上帝你的心意，来成做你所欢喜的人。亲爱的爸爸上帝，阮知伫阮的兄弟中间有拄到辛苦病痛，求你来医治因；有拄到丧失亲人的，求你亲自来安慰因；有事业甲工作拄到挑战的，经济拄到困难的，特别是伫肺炎疫情受到冲击的。求你赏赐因反倒转来，拄到有更较好的机会，未来要比早前更较好，互因知影你是一位国真国活、万权能、万不有的上帝。求你的圣神，即是运行伫阮每一人的中间，拍开阮的心门，进入阮的生命。有你的同在，阮就知
一定有满足的平安甲喜乐。愿阮有声甲无声祈祷，拢会当诚做芳芳的罪，甲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感纳，得到你的应允。阮嘛知，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额，只是阮要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声来祈祷。我的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如天的地，我的心听我，下辈我的福，因着我朝下辈福我的人，我必朝你的事，有定他们的派，因为国、繁荣、平安、荣誉、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要来参加启应上帝的话，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21篇，圣诗的后面第32面，启应文第21篇，咱参加来启应上帝的话，也就是诗篇的100篇。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这时，咱搁要来参加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7首，圣诗27首，上帝做咱代代帮赞，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咱真欢喜要邀请圣歌队带咱来阿罗上帝，因的歌名是《伫爸的厝内》，伫爸的厝内。感谢圣歌队用好听的诗歌来学罗上帝，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这时，我要来讲读圣经，记载伫旧约路得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伫现代的中文译本是310面，台语汉语版是287面。路得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伫真久进前，伫士师治理以色列的迄段时间，迄个地方发生了饥荒，有一位以法他族的人，名叫做以利米勒。原来住伫犹大的伯利恒，伊带着某囝拿俄米甲2个囝马伦甲基连，同齐到摩押地去，暂时住伫遐。因伫遐的时阵，以利米勒过身，留落来拿俄米甲伊2个囝。这2个囝娶了
摩押地的查某囡仔俄尼巴甲罗德，大约过了10年后，马伦甲基连也过身了。留落来，拿俄米无有丈夫，也无有囝。拿俄米还住伫摩押的时阵，听见上帝赐福伊的百姓，已经互因有好的收成。伊就甲因2个新妇离开摩押地，要返去因的本土去。因同齐同心要返去犹大，但是伫路上，拿俄米对2个新妇讲：“恁逐人返去恁老母的厝去吧。愿上主以仁慈来对款待恁，亲像恁好款待我甲已经过身的人共一样。愿上主互恁2个人拢有机会搁再结婚，拢有归属。”对安尼，拿俄米就斟喙甲因来告别。但是2位新妇就放声大哭，对拿俄米讲：“毋爱，愿要跟对你到你的本族的人遐去。”拿俄米讲：“查某囝啊，恁还是转去吧。为什么要对我走呢？我还阁会当生囝来做恁的翁婿吗？转去吧，我的查某囝，恁紧走吧。我已经真老啊，袂阁当结婚啊。就算我还阁有一点仔希望，会当伫金门结婚，还阁会当生囝，恁愿意来听候因大汉吗？恁会当等着无去嫁别人吗？毋啊，莫啊！我的查某囝，这是无可能的。上主听发了我为恁来真忧苦歹过。因阁哭起来，俄尼巴就甲伊的大家斟喙，转去伊老母的厝咯。毋过罗德还阁是毋甘来离开。拿俄米对伊讲：“罗德，你的阿嫂已经转去伊的本族的人，甲伊的神遐去啊，你也对伊转去吧。”毋过罗德讲：“请你毋通叫我离开你。”互我会当甲你斗阵去吧。你去倒落，我嘛要去倒落；你去倒位，你住伫倒位，我嘛要住伫遐。你的宗族就是我的宗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位，我嘛要死伫遐，葬伫遐。除了死以外，任何的代志拢袂当互咱来分离。若是我违背我的誓愿，愿上主当来听处罚我。拿俄米看见罗德坚持要对伊家己行，就无搁再来苦劝伊。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咱今仔日真欢喜，咱主任牧师、蔡牧师，伊要来正道是圣经人物的系列第44位罗德。伊的题目是苦海无边，疼是欢；苦海无边，疼是欢。咱三甲用恭敬的心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对咱今日开始，咱2礼拜的中间，咱拢要来看《罗德记》这本册。牧师毋望讲，咱会当事先来读。咱今日等于了，咱今日先读第1章，咱等于了会当对第2章、第3章、第4章来看互结束。这是记载一个真水的故事。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即时静静要听候你对阮讲话。阮恳求你，会当帮助阮透过圣经中间的罗德记来学习听的功课。恳求主，你开阮的目睭，就是阮信心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到你要对阮所讲的话，也赏赐阮丰盛的听心，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咱今日要来看《路德记》这本册哈。今日咱所读的第1章第1节，就对咱讲，今日咱所看到《路德记》的这段故事是发生伫士师的时代。咱顶回已经有讲过哈，士师的时代是以色列历史中间一段真混乱的这个时期。咱若看《士师记》的最后1章的最后1节，安尼记载讲，迄个时期以色列也无君王。人人趁家己的意思行事，就讲每一人拢照家己的意思去做判断、去做代志。所以咱会当知影着讲，迄是一个真混乱的时代，真放纵的时代，每一人拢照家己的意思来做。咱嘛会当想象，伫即款的时代中间，的确会发生真侪无公平、无公义的代志，真侪弱势者伫即款的时代被忽略、被牺牲。路德记所记载故事，就是发生伫即个混乱的时代。但总是路德记是咧记载一个伫即款混乱的时代，真侪弱势去互忽略的时代，一个真水的疼的故事。所以咱特别用2个礼拜时间来学习真爱的功课，真的疼的功课。咱会当透过即个故事来学习，咱要安怎伫教会生活中间，甲别人分享真的疼？路德记的故事是记载一个家族的故事。这家族的族长叫做以利比勒，伊原本底是住伫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当地发生了饥荒，所以伊不得不带伊的某甲2个囝，离开伊的故乡，到外国。即外邦人的所在叫做摩押国这个所在去生活。这种情形其实伫每一个时代拢真普遍。那家己的故乡较歹讨趁，就不得不离开家己的故乡去外面趁食。所以因一家就迁徙到摩押国去。摩押这个国家大约是伫约旦河东，甲阿伦河以南的一个所在。离犹大国大概80公里，摩押这个民族，你若去看创世纪19章的记载，伊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外甥，罗德，甲伊的查某囝乱伦所生落来的囡仔的后裔。所以伫以色列人的眼中，这个族群是真无圣洁的。所以伫律法中间，禁止即款的人，即个国家的人进入上帝的圣所参加聚会。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以利比勒原本的想法是，咱规家迁徙到摩押的所在，是暂时要住伫遐，可能过一站了，等饥荒过去，伊等于家己的故乡。但是无想到讲，伊去到迄个所在，煞无偌久了，伊就过身去，客死他乡。所以留落伊的某拿俄米，只好继续住踮伫摩押地的所在。伊甲伊2个囝马伦甲基连，就伫遐定居。马伦甲基连也带当地的女子，俄尼巴甲罗德，一家人就伫摩押地开始徛起。无想到世事多变，大约过了10冬了，伊2个囝嘛死去，只留了一家2代3个寡妇。咱看到这个家族的情形实在是感觉真艰苦感受到人世上的无常。原本底以利比勒伊是仰望会当去到这个摩押地这个所在，互伊的家属会当延续落去，结果命运的创治，互伊家破人亡。伫乱世中间，咱知影人的生存实在是无保障，实在是真可怜嘛，真无奈。咱所以讲，一家2代3个寡妇，因面对着人生这款的打击，因开始去敲找安怎行出一条生路。咱继续来看，当面对这款的状况，拿俄米带因2个新妇，只好四界去敲找，家己会当
会家己的出路。叫圣经同咱讲吼，讲即个时阵上帝替因开路啦吼，因为即个时阵伊听到故乡传过来的消息，就是上帝固守伊的百姓，互伊的故乡吼得到丰收啦，有好的收成。啊，听了即个消息了后，伊就决定讲，安尼我要带我两个新妇吼，做伙回去故乡。因为咱俗语讲吼，人不亲土亲啊，吼，等于家己故乡，阁有家己的亲族、的亲人会当互相照顾，所以伊就做即个决定，要带两个新妇回去。但是因一边行一边行吼，哪有米吼，可能一边行着一边咧想讲。回去了后会拄到的情形，所以伊行到一半吼，伊突然间改变伊的心意，伊就对因两个新妇讲吼，讲你也是吼，各自回去家己的后头厝吼。伊请伊的新妇做查某囝，表示讲伊是会足疼伊两个新妇啦吼。讲你也是回去啦，吼。啊，伊的理由吼，咱今日听起来真奇怪吼。伊讲一段话。咱可能无法度马上理解。伊讲安尼，伊讲查某囝吼，你遐是回去啊？为虾米要对我走呢？我敢会当阁生囝来做恁的丈夫嘛？吼，咱若继续看，伊讲我已经上老啊，无可能阁再结婚。减算讲我有一淡薄5万，会当伫今晚结婚，而且生囝，你敢愿意听候伊大汉？吼，你敢可能听候因无去嫁别人？咱今日听来讲啊，这段话实在足奇怪，为什么伊突然间对伊的新妇讲即款的话？吼，伫遮咱来做一个解说吼，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个真特别的背景，就是伫摩西律法中间吼，有一条是为着特别要照顾失去丈夫的寡妇吼，这条律法叫做利未拉特婚姻的律法。吼，咱会当掀开咱的圣经吼，伫申命记。25章第5节开始吼，记载这条律法。申命记25章的第5节到第10节吼。这条律法吼是路德记真要紧的吼。咱后礼拜看，有咱继续看这条律法所记载的代志吼。这条律法是安尼记载吼，讲如果有兄弟两个人踮住做伙，其中有一个人先死，但是这个人死去，这个人伊无留落囝儿吼。伊的某吼袂当甲外族个人结婚吼，死去的兄弟吼，死去的人的兄弟爱尽兄弟的义务吼，去娶即个人的某吼，然后因两个人生落来大囝爱继承伊的家业吼，就是接续死去的兄弟的名分。啊，然后这条律法吼，佫有安尼记载讲，如果死去的兄弟死者的兄弟啦吼，毋肯娶伊的大嫂还是弟妇吼，因着爱去一个所在，去城门口找迄个城的长老，来讲啊，这个人无要尽兄弟的义务吼，无要娶我做某，替伊的大兄生囝吼，来继承即个产业吼。啊，即个长老着爱调见即个人的兄弟吼，来甲伊参详。如果迄个人若坚持无要娶伊吼，伊着爱伫长老面前吼，行去头前，把迄个人，迄个无要尽义务的迄个人的鞋啊脱起来，然后配水烂伫伊面顶面，吼，然后讲无要替兄弟吼尽义务的人爱受即款的侮辱，然后一些人的家中间吼，拢爱称即个家叫做被烫的家啦吼，这就是因即个利未拉特的婚姻律法。所以咱看见着拿俄米对伊的新妇讲伊无法度阁生囝来做因的丈夫，就是即个理由啦吼。啊，咱今日看即个律法吼，咱会感觉真奇怪，甲咱的普通时咱的情形无啥相共。但是即条律法吼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就是会当去照顾即个寡妇啦，吼，因为迄个时阵吼，若一个妇人人失去丈夫，啊，佫无囝来照顾吼，这人真可怜吼。若毋是做乞食，都有可能去做妓女。所以即款的人，这家庭、这家族爱来照顾，所以开定即款的律法。啊，第二项就是保
保障这个人的产业吼。当这个人死去无囝来继承的时阵，都要伊的兄弟来替伊生一个大囝吼，来继承伊的家业，或这个家族会当，这个支族会当延续落去。所以有这两层的意义。所以咱看到今仔日纳尔米伊拄着的情形，就是因为这两个新妇拢还真少年。如果若甲伊做伙转去，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吼，只有亲族的人才会当娶伊。但是咱爱想看迄个情形，就是因两个人拢是摩押人。我拄则讲过迄个背景，摩押人伫以色列人的眼中是看做无圣洁的，所以伊真有可能伊带这两个人转去了，带两个新妇转去了，亲族的人拢无愿意负责任，所以因无法度生活嘛。所以纳尔米只好苦劝因转去家己的后头厝，家己去追求家己的幸福。所以咱爱了解这个背景。最后，因两个新妇吼，这个俄尼巴最后决定接受伊大家的苦劝，要离开。但是其中这细汉的新妇罗德吼，也是唔甘离开啦吼。因为伊有看见到吼，纳尔米家这样转去吼，真辛苦吼，所以伊就坚持无要转去，无要转去家己的后头厝，要对纳尔米转去吼。其实咱拄则听到咱的师父咧读迄段经文吼，咱真听到是真感动啊吼，迄是一个真深的誓约吼，咱等下来做说明。所以纳尔米看见罗德遮尔坚持吼。就无搁再苦劝伊，就带伊做伙转去故乡，开始展开新的生活。这是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咱这礼拜想要看到这，安尼后礼拜会继续看落。其实这段经文就会当互咱学习关系真的疼真济的信息。首先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咱来知影吼。伫即个苦难的社会中间、世界中间，真的疼会当帮助咱超越过困苦甲患难。虽然即个故事咱还未看到结尾，但是咱来明白，当纳尔米因即对大家新妇因面对这个困难，面对这么大的苦难，帮助因度过，就是疼，就是疼。这包含因彼此中间的疼，包含因亲族中间的疼，还有来自上帝的疼。所以你若看整个故事，你会当了解讲，伫一个混乱的社会，人面对真大的困苦的时阵，帮助因会当超越这个困苦，就是真的疼。就是伫这个无边的苦海中间，互人会当得到救赎的。互人会当翻转因的生命，翻转因的命运的，就是人甲人中间迄款真实的疼。亲爱兄弟姊妹如果这世间失去疼，人就袂当活了完全。但是当咱拥有疼的时阵，检采面对更较大的苦难，咱拢会当超越。所以咱来感谢主上帝互咱有教会的生活，互咱伫教会中间。检测咱人生会拄着真侪困难，但是咱教会中间会当学习去互相用上帝互咱的疼，去彼此款待，互咱超越过人生中间的这个苦难。大家拢知影牧师的成长的过程嘛我教会就无老爸，我下面有两个小妹，我妈妈35岁就酒馆，养起3个囡仔，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除了亲族中间对阮的帮衬以外，其实有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就是我的阿舅甲阿金介绍阮认捌上帝来到教会。伫教会中间，阮得到真济来自教会中间兄弟姊妹的疼。所以这是上帝互咱伫这个苦难的世界中间一个足大的祝福，就是互咱有教会生活。因为伫教会生活中间，彼此分享的疼，互咱会当超越这款的困境。
你人生咱有真侪苦难，但总是真诶疼帮助咱超越过即个困境。伫前2礼拜，牧师甲咱诶中级有去有出外做一个演习，我有去参观2间教会甲2个机构，其中有一个机构是咱道中即个福林人叫做马希洛女士所设立的，叫做希洛保育院，这是伫梨林的所在。即个马希洛女士伊是1914年出世伫美国，伊23岁结婚，伊原本都有一个真幸福的家庭，但是23岁结婚了，伊37岁伊的先生所过身，第35岁时，伊的老爸过身；37岁时，伊的先生过身，所以就开始守寡。伊伫教会中间，伊伫伊的教会中间担任即个干事的职务。伫1958年，伊44岁的时阵，有一天暗时，有一位来自台湾南投的医生兼牧师，来到伊的教会参加祈祷会，伊就是贾伟牧师。贾伟牧师伫这祈祷会中间分享伊的异象，伊讲伊打算伫台湾的南投埔里的所在，来起造一间咧医治即个血肉病就是即个肺结核的疗养院。因为当时阵伫台湾有真侪即款的病人，伊来到美国是想要了解即个肺结核的处理的问题。而且毋茫讲设立这个机构来照顾送养人，互因会当得到免费的医疗。伊伫这间教会担任干事所以现场伊有听到贾伟牧师的分享，伊真感动。迄暗伊就献美金325块。后来贾伟牧师倒来到台湾了，继续写批来报告伊伫台湾的这个情形。伊看到这个批伊就做一个。心中有一个挣扎而且伫祈祷中间，伊煞毋知影安怎做伊就去问伊教会牧师讲，伊有2个做法，一个做法就是讲，伊去台湾来看即个台湾的情形，看敢会当投入因为伊伫7岁的时阵捌听过一个宣教师的演讲，伊7岁的时阵，伊就决定讲，我将来要亲像即个宣教师同款，出国去做服务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讲，伊莫去，将这旅费来省落来将这旅费寄去台湾，互贾伟牧师帮助因去做这疗养院。叫伊就无法度家己无法度做决定，就去问牧师伊问2个牧师，所得到的答案拢是相共讲，你去台湾看因实际的工作情形，较做决定所以1959年，伊45岁迄一当，伊就家己一个人来到台湾，伊先伫埔里内底埔里遐工作，伫遐伊感受到上帝的呼召，所以无偌久，伊转去美国了，伊就变卖伊一切的财产，来到台湾开始服侍。后去伊甲贾伟牧师的医疗团做伙服侍，后来伊到梨林的所在，看去梨林地区有真济需要帮助。得到小儿麻痹的囡仔，迄时阵咱台湾有一段时间是小儿麻痹是真严重伊讲伊第一遍开这个门诊医生开这个门诊，都200外个囡仔来挂号。当时得到这个病症的家庭实在是真可怜因为迄阵因为迷信对这个代志对这个病症无了解，了做讲这个小儿麻痹会传染。所以厝边的囡仔拢毋敢甲即款的囡仔佚佗有即款囡仔的家庭拢认为讲我这可能是祖先做了歹代志这是沿海地区的这迷信，拢毋敢厝边知影讲我厝里有即款的囡仔，就关伫厝里，互这囡仔伫涂骹爬来爬去。马希洛女士伊看到即款的情形，心中充满了怜悯，伊就决定要服侍这个囡仔。伊将这囡仔的苦痛当作家己的责任。后来，就伫真侪人的协助下面，伊成立这个喜乐保育院。伊毋是简单照顾这个囡仔，
伊个训练这囡仔会当自立。伊讲，咧记载讲吼，伊将来袂主动去扶这囡仔，拢爱这囡仔家己徛起来。而且训练这囡仔，咱家己自力更生，家己靠家己双手来养起家己，而且透过这伊所做的工作，会当服务真济人。后来咱台湾的小儿麻痹吼，因为有疫苗的关系，所以已经拢无啊。因就开始接纳一寡重度智障的成人、甲老人以及真济失智的人。所以这个机构一直咧营运中间，带予真济人祝福。所以亲爱的兄弟，伊是一个寡妇，因为上帝的呼召，甘愿为着别人的需要放弃一切。上帝使用伊来成做真济人的祝福。今仔日你甲我，咱拢活踮伫即世间，咱常常会当目睭看到真济苦难伫咱的四周围发生。咱拢会当因为咱做淡薄代志，付出咱的疼，来减轻这苦难。我相信这是上帝伫咱中间的心意。咱爱做伙来学习。第二项，咱看见着对拿俄米甲伊的新妇路德中间，咱看见着真的疼，就是去认同对方，就是会当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代志。其实现代家庭中间常常发生真侪问题，比如讲夫妻中间有无同款的价值观的冲突，爸囝还是讲亲子中间会产生真侪冲突问题，特别是大家新妇的关系，一直困扰真侪家庭。其实咱想象会到，因为原本的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因为婚约的缘故，成做一家人。不管到生活做伙，总是因为价值观对生活态度的无同，产生大小的问题。咱大概若拍开电视剧，咱会看出大家新妇的问题拢常常咧演互咱看。现实上咱嘛常常看到。我想台湾的查某囡仔大概拢会去问一个问题啦，就是讲，如果你的妈妈甲你的太太若落入水内底，你要先救啥物人？所以大家新妇的关系确实是真困难经营。这问题的根源拢是安那？拢是因为疼，不管是无疼，还是疼了无够，还是疼了唔对，所产生的。但是咱今仔日所读的故事，咱看到一个典范，大家新妇中间的疼是彼此回应的。咱伫遮看见着拿俄米伊会徛踮伫伊两个新妇的立场来想因的未来。两个新妇也用同款的疼来回应伊的大家，因无因为因失去丈夫，就互相欺负，反倒当是用相疼做伙生活。拿俄米请伊的新妇做查某囝，显出伊的疼，伊会替因的未来来想象。伊会想着讲，若等于到伊的故乡，伊两个新妇可能无法度得到帮衬，反倒会受到别人的摆脱。所以咱伫遮咱看到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就是上介简单疼的态度，就是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伫经文中间，咱看见着拿俄米因甲路德因亲密的关系建立，一定是因常常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因已经比大家新妇这款的关系更较亲密，甚至比老母甲查某囝的关系更较亲密。上界重要就是，因会当徛踮伫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拿俄米为着路德的未来来想，咱若继续看落去，咱会发觉讲，伊一直咧替伊安排上介好的归宿。路德也对拿俄米用疼来回报，伊用疼心来款待伊的大家，顺服伊，孝敬伊。伊明白伊的大家除了伊以外，一无所有。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要解决咱的人际关系，
上介重要的爱徛踮伫对方的立场去想。伫现实中间吼，咱常常会犯一个真大的错误，就是咱为着要保护家己，咱烦恼讲啊，我若过头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我会互家己的利益损失，会互家己吃亏。但是咱来理解一点吼，咱俗语咧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咱会当因为咱吃淡薄亏，互家庭和谐，啊，因为咱踮伫家庭中间，咱会当享受迄个家庭的和谐。这是咱占了上介大的便宜，因为咱每一工拢爱生活伫家庭，那这个所在无和谐，咱敢毋是逐工拢生活伫无快乐的中间嘛？有时阵咱为着要赌一口气，惊认输啦，啊，直到咱全部拢输去。所以，请咱一定爱徛踮伫对方的角度来看，咱若做老爸，会当徛踮伫咱的囡仔的角度来看。做囡仔的，咱徛踮伫老爸的立场来想，我相信这个家庭是充满疼、充满和谐。咱会当安尼来学习。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伫遮看到真的疼是一种永远的约束、永远的契约。咱若看经文中间的14节讲路得毋甘离开，毋甘的意思就是讲。离开的意思就是讲黏条的分袂开啦。咱若看16节安尼讲，请你毋通叫我离开你。这离开是一个当时阵咧定契约的时阵所使用的，意思是讲切断关系啦。所以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是讲，请你毋通互我甲你切断关系啦。17节讲，你死伫倒落，我嘛要死伫遐，葬伫遐。除了死，任何代志拢袂当互咱分离。我若是违背誓言，愿上帝当处罚我。这是一个真严重的咒诅呢。这是一个咒诅的咒诅啦，表示路得的决心。所以伫遮咱看见着因两个关系是一种契约啊。咱敢会记真牧师特别咧主持婚礼的时阵上介重要的是啥物时刻？誓约对啊，牧师拢会问新人这段话请你注意听你若誓约过也袂记真佮注意听一遍我拢会讲，上帝互你活踮伫世间，你着常常以温柔端正的行为照顾你的某，也是讲照顾你的丈夫。敬听伊，独甲伊徛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而且尊重伊的家族，做你的家族，终身尽力做丈夫，也是讲做某的本分。你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够愿意安尼做。咱有伫这婚礼中间誓约的，咱拢知影每一个人拢讲我愿意了我主持遐尼侪婚礼，无人讲我无愿意啦若讲我无愿意，我就惨啊大家拢讲我愿意拢用真坚定的态度讲我愿意。但是咱要注意伫即个誓约中间是安那？尊重伊的家族，做你的家族就是讲你今日誓约的对象，毋是对方尔是规个家族你毋通一工来恁某讲我是当初是甲你誓约，我毋是甲恁老爸誓约的爱记住，这个誓约是两个家族的誓约，表示安那？婚姻的关系是亲族的合一。咱毋通讲我爱的是你，毋是你的厝内底的人，毋是安尼。如果恁有这款的态度你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咱的誓约是规个家族的誓约。是一个永远的约。路得虽然是甲伊的丈夫誓约，但是伊明白这款约的关系是延续到规个家族。伊将伊甲伊大家的关系用约来表达出来。婚姻毋是两个人的结合，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咱一定要有这款的明白。后礼拜。咱会继续透过路得记来学习真爱的功课。
咱今仔学习3项，一项真爱会当超越过苦难，第2项真爱会当安怎？好，真爱是安怎？好，认同对方，真爱是一个永远的约定。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阮透过路德记来学习真爱的功课。恳求主你赏赐阮对你遐来的疼，因为阮知，阮靠家己的血气，靠阮家己的能力，阮的疼无够，只有靠主耶稣基督为阮所带来的典范，是受迄款牺牲的疼。恳求主你帮助阮，将即款的疼放伫阮的中间。阮透过阮的教会生活、阮的家庭生活来见证你的疼就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们搁一摆来吟诗回应上帝的疼。记载伫周报迄第4面，周报第4面，咱三角起流来吟。伫未奉献的大声，我代表双连教会要欢迎头一摆来教会的兄弟姊妹。如果恁伫外口还未填写内面的留名卡，伫咱的座位进前，恁赶紧来甲填写啊，确定来交收奉献的职事。咱只是要来三角奉献，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之一。哦，咱会当踊跃来奉献，只是咱来奉献。
就是咱三甲起立来感谢。主啊，阮实在是感谢你，无论伫顺境甲逆境的中间，阮实在有够额的信心，因为你有甲阮讲，阮的好处无伫你以外，阮的一生的才华、健康、工作、事业、家庭，拢是你的恩典，拢是你的看顾、保守甲祝福。阮献上阮无限的感谢，这是阮献上淡薄的经文，求主来接纳。圣工来所用，愿奉主的圣名来祈祷，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第5面，咱本会的消息。本周的特别事工，对本会协办的安宁基金会30周年的感恩音乐礼拜，要定伫今仔日下昼2点，伫本会10楼下礼拜堂来举行，欢迎兄姐来关心参加。另外，本会体体关怀本会会友张正营、张振龙兄弟，伫10月14日安息主怀，要定伫10月28日，伫本礼拜拜三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的2楼至善礼厅，要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甲代祷，愿上帝安慰为足。另外，咱有新任的团契，甲诗班的同工、大细家长、小组长的训练的事工的协调会，伫下礼拜拜6、11月初7，咱有这新选出来这干部、会长、组长，咱爱致意来参加来这个协调会，咱。会得通阁掀开第7面，咱有装备委员会有一个消息，因为今仔日是上尾工，恁若还未领奖学金的，请恁都要会记得去领，吼。无可能都袂得通补发咯，吼。今仔日是上尾工。另外，咱双连安养中心的消息，伫个第2点，10月31日，就是这个拜六。这个拜六哦，搁6天尔哦。下昼3点到4点20分，要伫咱教会10楼礼拜堂，要举办双连安养中心20周年的纪念的音乐会，请咱会当来第半工来参加来欣赏。咱因为这个肺炎的疫情哦，伫个全世界愈来愈严重，希望咱大家兄弟注爱记个。甲喙安挂好条，因为已经伫个世界已经超过114万人已经死亡了，有4000几万有得到这个病。虽然咱台湾有得到照顾，但是咱无论如何，咱会记个照顾咱家己，咱喙安都要挂好条。特别是入来教会的时阵，咱来照顾咱家己，也想到别人。多谢以上的报告，咱继续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这新朋友，第一位是高玉平律师，高玉平律师，大家好，大家好，欢迎。第2位是戴淑慧小姐，秀芬姐的朋友，唔知坐伫倒位？戴淑慧，
坐外口啦，哈，坐外口哈。第三位是林云，哈，林云小姐，林云小姐，啊，应该我来坐伫外面哈，坐伫外面哈。好，好。第四位是杨宗发陈氏夫妇，好，好，第二哈，后壁面哈，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兄弟无介绍着。伫遮牧师特别要提醒大家，咱今仔日下晡2点有咱甲安宁基金会做伙办的一个感恩礼拜吼。伫拜六咱有安养中心的30周年的这个纪念音乐会吼，咱都会当来参与吼。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阮也恳求你保守看顾，继续带领阮头前的路站。互阮伫教会生活中间会当彼此扶持，互相带导，彼此相听。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失失，拄着亲人的失失的，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亲自安慰因。阮中间若有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也互阮学习伫团契生活、小组生活中间，去见证你的疼伫阮的中间。阮恳求主你持续带领阮整个教会头前的路站，互教会会当满足你的心意。阮特别也从今早起来到阮中间的新朋友，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吟上行，咱三个起立来吟《俄罗天顶主宰》，咱三个起立来吟，吟诗煞要请蔡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小温强受车欠。